今次睇到呢個戰事咧，第一個影響咧就係個油價方面啦。咁呢個影響咗航運嘅成本啦，你要 book 船期都可能要搶位啦。咁但係成本都上升，運輸成本都2-3成嘅上升嚇。咁如果咧係直接去呢啲中東嘅地方、非洲嘅地方，可能更加高添。唔係話佢特別打緊仗混亂嗰時嚟邊度，而係咧覺得呢個咧始終係一個有個潛力嘅發展嘅一個地方。咁因為咧我哋以前舊年咧做過一個調查咧，亦都係會員咧有20%咧都係咧好重視呢個中東嘅市場，想去開發中東嘅市場。我哋睇當戰事完結之後，我相信中東咧佢哋會需要重建啦嚇。咁喺呢方面可能我哋都有個機遇啦。所以我哋覺得嚟緊關稅咧都會係反反覆覆。咁對於我哋廠家咧，其實咁多年以嚟，我哋都習以為常㗎啦嚇，都已經習慣晒。咁所以越嚟個關稅對我哋影響咧係會越嚟越細嘅，因為我哋已經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咧去部署。例如我哋好多時我哋用結算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可能會用一啲嘅人民幣結算去做啦。其實我哋廠商喺內地去發展咧，一定係冇得用呢個價格去做一個我哋嘅策略嘅嚇，因為你冇可能呢個成本效益做唔到。喺大灣區城市咧，咁咧睇到咧香港品牌響內地嘅市民嚟講，佢哋願意係俾多啲日價嚟5%、10%以上嘅日價咧去購買香港品牌嘅產品啦。咁所以我哋嚟緊內地，我哋需要用我哋嘅品牌優勢啦，我哋嘅信譽啦，我哋嘅品質同埋服務去做一個競爭力啦。各位觀眾，你哋好啊！歡迎收睇《一語千金》啊！我係信報嘅主持 Eric 啊。今集咧，我哋非常之榮幸咧，請到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博士噶。盧會長咧，對於香港嘅工業轉型啦、品牌現代化同埋開拓新興市場咧，一向咧都目光遠大、策略務實噶。咁喺當今地緣政治充滿不確定性之下啦，全球嘅供應鏈重組同埋實體經濟亦都面臨住挑戰嘅時刻。盧會長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下香港嘅廠商應該點樣喺變局之中咧尋找新機遇㗎。盧會長你好 ，Eric 你好。好，咁我哋咧先講講咧就係一啲情況咧，就係關於一啲中東嘅局勢、一啲國際嘅形勢先啦。啊，因為其實睇翻咧呢排嘅戰爭咧，其實都影響咗好耐啦。咁尤其喺個油價方面啦，即係講緊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咗之後啦，而睇翻伊朗來往伊朗嘅航班亦都受到影響之下咧，好多方面咧都非常之混亂啊！而家情況，咁其實市場亦都逐漸擔心咧，而家呢一場嘅戰事可能變成一場持久戰啦。咁喺而家呢個咁不確定性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作為一個即係開拓一個新興市場嘅領軍人物之下咧，其實盧會長點樣睇今次呢個戰事咧？對於往後咧，其實對於廠商嚟講係進駐啲新興市場係一個新嘅藍海啊，定係其實係一個要止步嘅紅區咧？你覺得？今次睇到呢個戰事咧，第一個影響咧就係個油價方面啦。咁呢個影響咗航運嘅成本啦。咁同埋咧，唔單止係當區霍爾木茲個海峽嘅成本，因為佢有好多船運咧，佢係避開咗嗰度，咁啊去咗非洲嗰邊，咁變咗嗰邊嘅航線咧個成本都提高咗啦。咁第一個運費提高啦，你要 book 船期都可能要搶位啦。咁但係成本都上升，運輸成本都2-3成嘅上升嚇。咁如果咧係直接去呢啲中東嘅地方、非洲嘅地方，可能更加高添。第二就係石油嘅價格上升咧，對啲石油嘅副產品咧都會係有個上升嘅一個壓力啦嚇。咁呢個對我哋原材料啊，譬如塑膠或者係石油嘅副產品咧，都會造成一個價格嘅上升啦。我哋將個供應鏈嘅多元化啦，譬如我哋上游嘅一啲嘅，譬如石油嘅一啲副產品，我哋需要一啲原料。可能中東嗰邊依家運輸比較係困難啲啦，或者佢哋可能有啲石油副產品嘅工場，可能個出產率、個生產率都會下降咗啦。咁譬如我哋揾一啲替代嘅地方啦，譬如其實中國咧都係一個好多呢啲副產品嘅一啲製造嘅製造商啦。咁我哋都可以尋求呢啲地方去揾呢啲替代品啦嚇。咁另外當然啦，我哋喺接單嘅時候咧都要考慮清楚啦，即係小心啲啦，唔係隨便接啲訂單啦。咁同可能買家講清楚啦，或者係可能有啲合約上有啲浮動嘅價錢喺度啦，或者有啲唔同嘅條款喺邊啦，去保護翻我哋嘅出貨嗰陣時遇到嘅問題啦。咁當然啦，我哋要睇翻我哋嘅庫存啦，特別係我哋嘅原材料嘅庫存啦，咁要管理好啦。咁喺度唔同
同嘅地方啦去合作啦睇下有冇替代品可以用到啦。其實實際上咧，因為我哋都見到而家呢個戰事咧，即係都影響嘅即係規模都好大啦。其實都中東嘅地區咧，呢啲戰事其實都不停咁發生啦。其實越混亂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即係可能香港嘅廠商嚟講咧，點解仍然會選擇喺呢個即係中東嘅地區咁混亂嘅時刻去，即係反而係偏好呢個地方咧？會係唔係話佢特別打緊仗混亂嘅時候嚟偏好，而係咧覺得呢個咧始終係一個有個潛力嘅發展嘅一個地方啊。咁同埋中東咧始終係一個係都係消費力佢一路上升緊嘅市場啦。只不過暫時性佢有少少嘅政局不穩定，咁影響咗當地有啲國家嘅一個情況啦。咁因為咧我哋以前舊年咧做過一個調查咧，亦都係會員咧有20%咧。都係咧好重視呢個中東嘅市場，想我開發中東嘅市場。咁當然有啲係會開發一啲東盟又有啦，一帶一路市場都有啦嚇。咁其實中東嘅市場咧，我哋舊年咧，我亦都帶過廠商嗰個會員咧去過中東4個國家去考察。咁其實睇到當地嘅經濟發展咧，其實非常之蓬勃。咁佢哋亦都咧好注重呢個多元產業嘅發展。特別係對製造業咧，佢哋都係好希望咧，佢哋去當地去發展呢個製造業，即係工業啦。咁另外咧，中東嗰邊咧，佢嘅結構咧係非常之係一個好多嘅產品咧，佢都需要係向外來去輸入嘅，即係需要入口啦。因為當地冇除咗能源方面，其他產業係唔成熟嘅。咁仲有當地咧，我見到咧就好多嘅基建咧都係喺度做緊嘅。咁證明當地嘅發展咧非常之快速啦。咁亦都對我哋咧係一個非常大嘅一個商機。我哋舊年去中東咧，當地都對我哋啲化工佢有興趣啦。例如有啲嘅油漆啦，舉個例啦。咁佢有啲係可以幫助到降溫嘅。咁咧亦即是喺中東嗰邊，你知天氣係非常之熱。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新嘅技術咧，喺當地咧非常需求高嘅係。咁當然啦，我哋覺得中東未來佢穩定落嚟咧，一定會係好快速咁樣去發展。咁呢個亦都係有危有機啦嚇。咁所以我哋都睇緊第時我哋都會繼續去留意中東呢個市場嘅。即係你都而家成個情況嚟講咧，其實而家中東嘅戰事啦，即係可能喺呢一刻都仲係會有，可能嚟緊將來都仲係會有嘅時候，仍然都會建議廠商都會喺中東嘅地區去選擇去做一個投資，係咪都係會比較？我哋睇當戰事完結之後，我相信中東咧佢哋會需要重建啦嚇。咁喺呢方面可能我哋都有個機遇啦，因為見到好多基建其實佢戰事前都做緊嘅。咁戰事之後佢會加快啦，或者係重建方面咧，咁我哋好多做呢方面嘅，譬如建造業啊，或者係一啲嘅材料啊，或者係房屋嘅物料㗎，咁即係我哋都做好多㗎嘛嚇。咁呢啲都可能有個商機去到嗰邊咯嚇。好啊，咁即係講完呢一個地緣政治嘅風險啦，我哋都講下另一啲喺國際上面嚟講咧比較受關注嘅一啲嘅潛在風險，就係貿易戰啦嚇。咁當然啦，就特朗普咧就其實嗰個關稅嘅政策咧就受到全球關注啦。咁雖然近排就美國嘅最高法院咧就推翻咗佢之前嘅全球嘅徵收關稅嘅措施啦，但係佢喺判決公佈咗之後咧，又隨即咧就宣布對全球嘅商品咧加徵1%嘅關稅，咁個徵收嘅比率咧有消息話咧係會逐步提高添。咁其實喺關稅戰嘅陰霾之下啦，其實特朗普都唔係第一次出呢一招噶啦。其實喺第一個任期都出呢招，第二個任期又出呢招，咁啊令到啲供應鏈啊嗰啲都變得好緊張嘅時候咧，面對貿易戰、關稅戰呢啲嘅即係陰霾咧，你哋廠商會嗰方面或者啲會員嗰方面咧會點樣應對咧？特朗普呢個關稅戰咧，即係喺差唔多2018年已經開始實施㗎啦嚇，咁即係反反覆覆啦，成日都變嚟變去啦。咁加上佢之前有個對等關稅啦，但係咧佢被法院推翻啦，咁變咗個芬太尼同對等關稅係暫時取消咗啦。咁其實對我哋影響咧係一個好消息，因為咧普遍咧無論喺中國或者其他國家製造嘅呢個關稅咧係平均都降低咗10%㗎啦。咁呢個其實對於反而我哋喺內地生產呢個優勢咧更加之多㗎，因為大家嘅關稅差唔多。咁但係都唔可以小心啦，即係要睇睇特朗普佢都嚟緊講緊啦，佢會用301啦，或者232嘅一個條款咧去再加徵呢個關稅啦，同埋依家呢個暫停嘅關稅都係150日嘅啫。咁所以我哋覺得嚟緊關稅咧都會係反反覆覆。
咁對於我哋廠家咧，其實咁多年以嚟咧，我哋都習以為常㗎啦嚇，都已經習慣晒。咁所以越嚟個關稅對我哋影響咧係會越嚟越細嘅，因為我哋已經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咧去部署，包括係呢個係多供應鏈嘅管理啦嚇，咁唔單止係單一嘅產地啦，我哋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出到貨啦，咁可以減低個關稅嘅影響啦。另外咧，廠商亦都係咧積極發展新興嘅市場啦，同埋一啲嘅多元嘅市場。咁亦都睇到咧，我哋一啲譬如我哋玩具業啦，佢哋都講話非美嘅市場咧係不斷增加嘅。咁另外鐘錶業咧亦都好睇好東盟市場同埋呢個嘅印度嘅市場啦嚇，嚟緊都會有10至30% 嘅上升啦。咁我睇到咧，我哋對關稅嘅適應咧係越嚟越容易去適應啦，同埋我哋越嚟越多嘅市場去代替啦。咁所以平均我哋睇翻我哋出口咧係反而係有上升嘅嚇。咁但係即係關稅之外啦，你自己又驚唔驚特朗普會有第二啲招數咧？即係喺關稅以外，譬如可能喺制裁啊，或者可能其他方面，即係喺呢個部署個方面，即係關稅你就逐步消化咗啦。但係其他招數方面，你哋有冇諗住點樣去應對咧？會係其他招數方面咧，我諗關稅係佢唯一即係可以用到嘅一個招數啦。其他咧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兩邊佢都會有影響㗎嚇。譬如你睇關稅咧，佢即係對佢嘅可能嗰個內銷啊，即係佢國內一啲嘅產品，可能啲價錢都會升高咗啦，提高咗通脹啦嚇，或多或少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可能金融方面啦，但係金融對佢嚟講咧都會好大影響啦。如果佢係用緊金融嘅一個手段嘅話嚇，咁所以嚟緊我哋都係要有好多嘅準備啦嚇，防範啦。例如我哋好多時我哋用結算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可能會用一啲嘅人民幣結算去做啦嚇。咁啊或者係用一啲嘅交易嗰陣時咧，或者做生意方面咧，我哋都係採取好多唔同嘅策略啦，去避免咗一啲嘅風險啦嚇。好啊，咁即係喺你總結嚟講啦，嚟緊嘅國際形勢咧都非常之混亂啦。即係對於廠商嚟講，即係都係雖然有危險，咁但係都機遇係咪都再會好多咧？都覺得係嚟緊當然我哋依家個全球個地緣政治啦嚇，咁亦都係個保護主義啦、去全球化啦，咁呢個對我哋亦都係有個挑戰喺度。但係當中亦都係有機遇啦嚇，睇下我哋點樣去把握啦。特別係我哋中國依家係差唔多世界經濟體嘅去到第2啦嚇，咁啊佢嘅係全球一個嘅消費市場係非常之龐大，14億人口，而且個人均 GDP 咧係每年不斷係上升緊。咁嚟緊國家嘅策略都係要推動呢個內需啦，咁即係鼓勵內部消費啦，同埋投資啦。咁呢對我哋咧都係一個機遇啦。咁同埋隨住咧一帶一路嘅國家啦，東南亞呢幾年睇到佢哋經濟咧都係發展得非常之蓬勃。每年嘅 GDP 上升都好大啦，而且呢個中產嘅人口咧不斷係擴大。咁我哋睇到喺呢啲市場咧都係有一個商機喺度啦。好，唔該晒盧會長啦。咁休息一陣咧，翻到嚟咧，我哋會繼續傾㗎。一個見解，助你睇清局勢；一段對話，點燃發展信心。信報財經新聞聯成 Now TV， 大家 win-win 我哋話，以電視同報章嘅雙重影響力，破天荒聯手製作跨媒體新節目，一語千金。我信報總編輯鄧全昌，主持余永恒。每個星期請嚟重量級財金人士，為經濟長遠發展出謀獻策。嘉賓真知灼見，一語值千金。翻到嚟節目時間啦，我哋繼續同盧金榮會長咧傾下㗎。
跟住落嚟咧，都講下即係頭先阿盧會長都講到嘅內地嘅情況啦。咁因為其實而家內地咧，特別喺啲中產嘅階層咧，都對於啲高品質嘅產品咧都有個需求喺度嘅。咁但係而家內地其實好多坊間都有講㗎啦，內卷嘅問題啦、減價戰嘅問題啦，尤其可能見到啲嘅電商啦都進行啲補貼啦、一啲嘅價格戰嘅諸如此類啦，其實都對於一啲競爭啦，甚至乎可能物流嘅成本啊各方面咧，都對於可能諗住喺內地從事一啲商業嘅一啲商家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喎。咁你自己係點樣睇呢個情況？其實而家喺內地度從商實際嘅難度係咪要或者面對嘅風險咧，比以前大咗咧？會係內地咧個市場非常之大，咁當然佢有佢好多挑戰性嘅嘢喺度啦，例如你講嘅內卷啦，咁同埋個價格方面咧，其實我哋廠商喺內地去發展咧，一定係冇得用呢個價格去做一個我哋嘅策略嘅嚇，因為你冇可能呢個成本效益做唔到。咁但係我哋有我哋嘅優勢，點樣用翻我哋港商嘅優勢喺內地發展我哋嘅市場啦？啊，例如我哋嘅品質方面啦，我哋嘅品牌方面啦，我哋亦都做過個調查啦，喺大灣區城市啦，咁咧睇到咧香港品牌喺內地嘅市民嚟講，佢哋願意係俾多啲日價嚟5%、10%以上嘅日價咧去購買香港品牌嘅產品啦。咁所以我哋嚟緊內地，我哋需要用我哋嘅品牌優勢啦，我哋嘅信譽啦，我哋嘅品質同埋服務去做一個競爭力啦。但係即係你都講到話價格戰嗰度，即係大家鬥就真係冇得鬥啦，即係大家鬥平嘅話，咁但係即係如果就係齋鬥品質嘅話，其實又對於廠商即係尤其是我哋香港嘅廠商嚟講咧，其實係咪真係能夠係即係尤其係未必話真係要鬥贏內地嘅即係啲商家啦，但係要生存嘅話，其實係咪都真係要一啲時間咧，都可能要需要嘅，因為我哋做開咧係歐美嘅市場啦，咁內需市場、內地嘅市場係好唔同嘅，咁可能喺我哋產品設計定位方面咧，咁迎合唔同城市嘅需要啦，例如北方人同南方人，佢哋需要嘅產品可能要求又唔同嘅嚇，咁呢個我哋需要去適應啦。咁另外咧就係其實我哋廠商咧做咗好多年嘅工業㗎啦嚇，咁以前由傳統嘅一啲來料加工啦，咁去到 OEM 啊、ODM 啊、設計貼牌啦，去到 OBM 啦、品牌啦，到有自己做自己嘅品牌同埋銷售嘅渠道同埋服務。咁其實我哋同一個國際嘅接軌啦，同埋我哋好熟悉歐美市場。咁其實依家內地咧，佢中等嘅人口越嚟越多啦，消費力越嚟越強啦，對於產品嘅品質嘅要求咧越嚟越高。咁喺呢方面咧，我哋唔單止係可以引進一啲外國優秀嘅產品啦，亦都可以我哋可以建立我哋自己一個品牌，去迎合翻內地嘅市場。呢個亦都係我哋嘅優勢啦嚇。國際咧同埋內地從商嘅情況咧，我哋都講過啦。咁我哋都講下啲香港同我哋切身比較嘅情況咧，都比較關注啲咧，就係話即係尤其喺一啲以前嘅印象嗰方面啦。因為咧其實咧隨住金融業啦同埋服務業咧喺 GDP 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比重啦，個影響力咧都越嚟越大咧。其實社會上咧都出現一個情況咧，都有個講法啊，就話啦，工業咧就等於夕陽行業呢一樣嘢咧，你自己係點樣睇，同埋點樣可以先扭轉到呢個可能比較刻板啲嘅印象？工業曾經喺香港係有一個輝煌嘅時間啦嚇，咁隨住香港一路發展服務業啦同埋金融業咧，咁係忽略咗工業嘅發展啦。但係依家政府又重視翻啦，有工業局添啦嚇，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啦，咁證明工業嚟緊嘅發展嘅潛力非常之大啦嚇，亦都有好多嘅機遇啦。咁其實現代嘅工業咧，同以前係非常之唔同噶啦。大家可能停留咗工業係一個比較污糟邋遢啊，好勞動密集型啊咁。但係其實新型嘅工業咧係非常之先進，係好智能化啦、數碼化啦同埋綠色化嚇。咁我哋都有聽過一個叫做黑暗工廠嗰啲嚇，即係唔使開燈，因為全部自動化，全部機械人嚇。咁所以嚟緊咧，工業我哋發展，尤其香港工業咧，已經唔係傳統嗰一個嘅傳統工業嚇，需要好多人手嘅係好傳統嘅製作，咁而係一個係高端化嘅工業嚇，包括一啲先進嘅製造，同埋喺行業方面咧，亦都係譬如一啲比較前沿啲嘅科技嚇。例如一啲嘅，譬如一啲嘅智能嘅機械啦，一啲嘅人工智能有相關嘅啦，電子啦等等，同埋一啲嘅生物科技，呢啲都可以成為我哋香港新型工業嘅一個重點。
好啊。咁因為都講到政府嗰啲嘅政策咧，都有提到就話呢個新型工業化呢一個概念嘅。咁亦都包括可能用多啲嘅 AI 啦、人工智能啦同自動化系統啦，去提升呢個生產嘅效能。咁但係對於一啲嘅中小企嚟講咧，其實呢個即係轉型嘅成本都好大㗎嘛。因為你講緊用 AI 啊、自動化系統呢啲重新去建立咧，其實都要一定嘅錢啦同埋成本啦。人才方面亦都可能未必夠啦，即係可能你要令教一個人去用一個 AI 或者自動化系統，都需要啲時間。咁如果作為會長嘅你咧，其實對於即係政府覺得而家喺一啲工業上邊嘅資助咧，其實夠唔夠同埋實際嘅效用大唔大咧？你覺得？政府對於科技應用咧嘅資助都有唔少嘅嚇，例如有科技券啦、遙距營商計劃啦，咁仲有一個數碼轉型先導計劃等等啦。咁呢啲都係幫助到中小企去轉型，用多啲嘅數碼啦同埋科技啦。有啲可以做得更多嘅，譬如一個嘅數碼轉型先導計劃咧，咁佢而家暫時係得某幾個行業可以用到嘅啫，啊，譬如餐飲啊、零售啊、旅遊等等。咁其實香港有成35萬嘅中小企，咁如果呢個可以再擴展到唔同嘅中小企都可以用到嘅，咁呢個當然係更好啦。咁另外其實講開人工智能咧，呢個係未來一個大嘅趨勢啊，好多行業一定需要用㗎啦嚇。咁中小企咧，佢哋資源少啦，咁亦都係對呢方面嘅知識係缺乏啦。咁所以要佢哋利用 AI 咧，的而且確係有挑戰嘅。咁亦都係希望咧，我哋可以譬如商會咁咧，我哋都係舉辦多啲嘅課程啦，或者培訓啦，希望俾到中小企可以認識到人工智能啊點樣用啦。咁另外咧就係用人工智能嘅成本都可能會好高啦，同埋點樣去迎合一間唔同企業去用啦。咁其實都有考慮點樣可以做一個咧係共性嘅人工智能嘅平台。咁俾某個行業，咁佢可以即係大家行業其實遇到嘅困難差唔多，或者應用 AI 嘅方式都差唔多。咁可能有一個共性嘅平台，咁啊令到中小企可以更加容易去接觸到用到 AI，同埋更加低成本可以實現到 AI 賦能佢哋嘅企業啦。咁啊，最後咧都因為咧，其實喺而家呢個經濟環境之下咧，都有好多嘅老牌嘅家族企業咧，都面臨緊呢個轉型嘅一個十字路口嘅情況啦。咁如果啦，即係要你俾一句即係香港嘅工業家俾一句啦，即係價值千金嘅一句導航語咧，其實鼓勵佢哋喺呢個變局中咧就求變嘅話咧，你會有啲咩説話咧想同佢哋講咧？我諗我哋喺呢個嘅時代底下咧，我哋覺得我哋一定要係立足香港，背靠國家。用我哋嘅信譽咧作為一個根基，用呢個科技同埋創新咧作為引擎，咁用好香港嘅優勢係連接呢個全球。好啊，咁啊，無論喺呢個國際啦、內地啦，定係香港嘅情況咧，頭先盧會長咧都作出一個非常之詳細嘅見解啦，同埋分析啦嚇。咁即管睇啦，嚟緊嘅香港嘅工業嘅情況咧，能唔能夠走得翻出去啦？咁甚至乎咧係翻去以前嘅黃金時代啦。咁今集嘅節目內容咧就差唔多啦，再次多謝盧會長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多謝你。好多謝 Aaron。